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。香港呢就有引入內地優才計劃，但係呢，香港人如果喺內地做生意，其實呢都可以有呢個發展基金㗎。點樣申請？喺呢一集呢，我就唔講啦。你真係要做生意嗰陣時咧，有啲咩方案？第一時間當然就係揾。做生意梗係要揾店面啦。今日呢，我就去地鐵沿線上蓋嘅寫字樓，我去到後海站 B1 出口，先嚟揾地產公司先。點解我選擇 B 區？因為我朋友喺呢個大廈開咗一間鋪頭，就叫做 EasyReach。喺深圳呢，樓上鋪就好普遍嘅。咁 office 嘅租金近住地鐵，究竟貴唔貴呢？今一集呢，我就會喺尾段同大家一一分享。嗱，先嚟去到我個 friend 間鋪頭，我要取下經先。其實呢，今日係星期一下午，大概2點零鐘。嗱，眼見呢都幾多客人㗎。嗱，我個 friend 就望緊，我咧就睇下呢間鋪頭有啲咩特色先。我有近視㗎，100度，但係咧我近排咧覺得咧睇嘢咧模模糊糊。其實我係咪應該有老花？睇近啊？睇近咯，睇手機嗰陣時咧模模糊糊。係呢種係正常一種現象嚟嘅，係生理現象，係老花度數。係咪啊？可以先搞下個鏡。呢邊咧好特別，每個 counter 咧都有唔同嘅咧，就係唔同嘅面型咧，佢哋已經有啲recommend 啦，就話介紹俾我哋咧，就係圓形面啦、方形面啦，或者係方圓形。頭先我都講啦，我有機會已經係老花啦。驗眼先。首先係初步客觀嘅驗光，跟住係精準嘅客觀驗光。驗完之後咧，就會睇你嘅雙眼平衡測試。睇完咗之後，睇你嘅近仰嘅度數檢查。最後咧，我哋就會確定你嘅配鏡度數。啱驗光師就解釋得好清楚一系列嘅驗光程序啦，仲見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喎。嗱，呢度咧店面比較大，所以咧有3間嘅私隱度極高嘅驗光室。呢台係生物測量儀。生物測量儀測咩㗎？測白內障、黃斑點？測小朋友，比如話佢哋嘅眼軸同埋佢哋嘅眼球嘅形態嘅用嘅。呢度真係好特別啊！有特別嘅儀器俾小朋友，所以亦都有尊貴嘅眼鏡框俾小朋友選擇。呢個又係咩機嚟㗎？呢個係測眼底嘅，但係佢嘅功能咧係測糖尿病性眼底視網膜病變嗰個疾病啊。測到糖尿病咁厲害，同嗰啲咧咩黃斑點啊、白內障啊。呢個係好特別嘅喎，我從來都未聽過話可以 check 眼底，可以 check 到糖尿病。依家咧好多唔好話年紀大啊，年紀細嗰啲咧都會有機會有糖尿病，即係驗眼之餘就可以 check 埋，係咪免費㗎？係免費㗎。咁你一陣間幫你 check 埋。好多朋友仔都見過呢台機啦，冇錯。如果你配蔡司鏡就會用呢個3維定位儀，唔係如果配其他嘅眼鏡片呢？依家 EasyReach 引入咗 Hoya 3D 智能驗配系統，只需要3張照片就會生成咗10項加以上嘅參數，精準度咧去到0.1 mm。採集完之後咧，根據 Hoya 數據生成 3D 建模報告。當鏡片加工時，就可以直接參照數據就進行加工優化，就跟私人訂製眼鏡一樣，冇分別。EasyReach 仲代理咗好多唔同嘅國內同埋國外品牌嘅眼鏡框。另外，各大品牌嘅眼鏡片都授權 EasyReach 做代理㗎。這些都是我們的質檢報告，通過深圳市質量檢測局進行一個檢查，都是公司自費去檢查的。像我們的一些進價純碳含量都可以看到，碳的含量是99%，然後它進腿的碳含量是80.1%。對，這是我們現在在售賣的一款進價的一個圖片，都是送檢，都是有報告的，還有它的指定編號。啱啱我就同我朋友圓圓就傾關於樓上鋪究竟有啲咩經營嘅方法啦。嗱，呢間鋪頭咧就係賣眼鏡㗎嘛，咁所以咧佢哋有先進嘅儀器之外咧，眼鏡片、眼鏡框都有指定嘅 discount 啦、折頭啦。另外俾客人更加大嘅信心就係嚟到呢個鋪頭配眼鏡咧，佢哋定期會揾第三方嘅測量公司做質量測試。
可鐵索咧就準備申請香港嘅發展基金，咁啊喺內地就開公司嘅，咁就開乜嘢咧？就遲啲同大家傾。我自己咧喺內地開公司，屬於初創，點都好，先嚟睇下地鐵沿線嘅商鋪價錢。不過咧就先嚟睇 office 嘅租金幾錢先。入門口可以做個招牌位呢度，應該上一手有人住。有人嘅，佢做咗招牌嘅，佢後邊查到啫嘛。哦，咁啊有齊裝修，咁啊台凳。咁啊呢度咧就係130平，138。哦，138平。喺香港大家都知道有分甲級寫字樓，喺內地都係一樣。呢個寫字樓咧就唔屬於甲級嘅，但係佢係非常之近地鐵，交通方便。呢個可以拆落嚇，呢個整嘅話應該可以整。係咯，呢個唔係主力噶嘛，呢個就咁自己裝修噶嘛嚇。咁自己後邊間嘅。係啊，呢間房太細啦，我要做嚇，但係佢啲地氈都幾乾淨喎，幾新哦新換㗎。台凳咧呢啲就你哋如果要嘅話，應該佢哋都可以留低嘅。係咪啊？係啊，到時候留翻。呢個中央空調係計埋喺管理費度啊？佢呢個咧，佢而家係咁嘅，呢個嘅租金咧包埋管理費。包管理費。頭先你講管理費就係幾錢一？佢呢個管理費咧，呢棟樓係20蚊嘅。20蚊管理費一平。喺內地現時咧，唔係甲級寫字樓咧嘅租金，大約由81至到83蚊一平不等。因為咧呢邊係中央空調，所以咧喺管理費咧都會包埋呢個空調費用。當然啦，就係 office 嘅指定時間啦，例如佢開嘅係8到6嘅 ，after 你係超過咗個時間，你就要俾呢個空調費用啦。另外啦，呢邊嘅租金咧，頭先講啦，因為呢邊嘅寫字樓咧空置率咧都高嘅，其實現時內卷得好厲害，所以咧呢咁嘅單位咧都會同業主有議價嘅空間㗎。至於押金啦幾多啦？呢邊正常咧就係3個月嘅押金。2個月嘅預付款，預付款即係上期啦，即係2付3押。當然啦，每一個單位都可以同業主再傾啦。今日我除咗探完院取下經之外啦，咁我其實就喺呢度附近睇咗5個單位，只係今日咧就總結咗呢個單位俾大家睇下，大概現時喺內地近地鐵站嘅 office 嘅價錢啦，就係由81至到83平方不等，呢個咧就唔屬於甲級寫字樓嘅。當然啦，甲級寫字樓就好似福田區嗰邊啦，咁大概180至220。至於簽約要簽幾耐咧？一般咧就係2年。喺內地大部分嘅商廈都係私人業主，所以咧傾價錢啊，同埋傾個合約期咧都比較容易處理。呢個屬於海岸城商圈。其實咧呢度附近係屬於海岸城商圈，地鐵去到後海站 B1 出口之後，我哋往右手邊直行到見到呢個花槽位咧，我哋就轉左手邊直去。行到路口位就轉呢個左手邊就會見到海岸大廈 Easy Reach 就喺8樓813。你配眼鏡揾我朋友啊，佢個名叫做圓圓。好啦，今一集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